在地消息来看，今仔日伫咧台中清水一笪南仔孔的工厂发生公案意外，有一个外包的工程业者去互熊熊倒落来沙石带掉咧，互救出来时阵，拢已经无气无心跳啊！好在在送病院是救回来。目前台中市府嘛已经下令停工，特别展开事故的调查。像另外一直用沙挑伫乌甲时间伫抢命，台中市清水区古村路一个阿门土厂，29早起11点左右，一个78岁姓李的工程行业者正伫进行阿门土架床作业时，向予落落来沙石砍掉咧，虽然有开水化救，也毋过随着无看人咯。盖帮嘛，就是那个铁板要隔起来嘛，就是太满，它要漏嘛，漏我们都是在上面看。我们叫他不要下去，他坚持要下去。所以是头家落去啊？系头家落，唔是员工落去的。是头家叫按起来啦。系啊。消防局接报了后，派10车27人到现场。4例查甫人互救出来时是无喘气心跳，赶紧送往5车同综合病院去抢救。台中市路检处派人实施检查，下令业者停工，讲后续若查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部分，会处3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，并且列出洪灾宣导案例。经查明为某工程行李姓实际负责人，于从事某混凝土工厂机械维修时，遭突然上方土石落下掩埋，经送医后已恢复心跳，本局已立即派员实施检查。当综合病院讲，经过抢救，4例查甫人已经恢复喘气心跳，不过由肺也无稳定，送入交互病房观察。另外，这个公安意外详细事发的经过，是毋是有人为的疏失，也有待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